昨天陈崇文咨询你的时候，你有说行政院如果你阴过头了，你会翻脸，对不对？对。哦啊，翻脸要怎么翻？也没有怎么办呢、继续挨打而已。就这样脸转过去叫翻脸了。啊。翻脸的定义，你的翻脸定义我也想知道啊。我来讲哦，我刚才就是哦，其实这个事情不必要让台湾社会付出这么多社会纷扰的代价嘛，解决掉就好了啊，把问题解决掉。我这件事情我的态度，你看我从头到尾没有说我反对让它进口，但是说你有标示清楚，要这样这样这样卖这样就好了，代志就了，就结束了嘛。哦好，反正我现在今天第一个问题是想要了解翻脸是怎么翻的、全世界，尤其全台湾，更何况是全台北市，都想要了解柯市长你是怎么翻脸。来，时间暂停者。在场的牛肉面我全买单，统编给你03722403。